在這個視頻中，我將向你展示 TradingView 上用於追蹤聰明錢的4個指標，這些可以幫助你發現一些你能找到的最清晰的買入信號。最後一個是我最喜歡的，所以請堅持看到最後。讓我們直接進入正題。我在 TradingView 上，讓我們添加第一個前往指標，拼搜索 Smart Money Interest Index， 這是由 AlgoAlpha 編寫的指標。將它添加到圖表上，它會出現在價格下方。現在讓我解釋一下這個指標實際上是基於雜摩構建的，因為這裡的邏輯很重要。它基於負成交量指數和正成交量指數。簡單來說，負成交量指數是一個累積工具，它使用成交量變化來判斷聰明錢何時在市場中活剔。正成交量指數則相反，它幫助識別散戶資金何時活剔。這個指標同時採用這兩者，也混合了 RSI， 並構建了一個顯示買入或溢出壓力的比率。所以它的全部重點在於估計聰明錢何時進入市場。你看到的是一個位於零軸上方的單側直方圖，該直方圖的高度代表計算出的指數，它顯示了活剔聰明錢的概率。然後你有這個黃色勾域，這是最高印趣閾值。當直方圖推升到該勾域時，它告訴我們來自聰明錢的印趣顯著。換句話說，聰明錢可能正在進入，價格出現可觀波動的可能性更高。現在打開設置，你可以從這裡進行。你會看到高印趣閾值默認設置為0。9. 對於外匯或加密貨幣等波動性市場，這沒問題。但如果你交易股票或指數等較平靜的市場，你可能需要降低該水平以適應那個資產的波動性。只需回滾過去的一些圖表歷史，你就可以快速找到最適合你交易標的水平。但這很重要，你永遠不應該僅根據這個信號進行交易。它告訴你的只是聰明錢可能正在變得活剔。你仍然需要更多的確認，無論是來自其他指標、價格行為，全是整體市場背景，然後你才能說價格實際上即將上漲或下跌。現在讓我們添加第二個前往指標，拼搜索 Concord， 這是 Concord 第二版，由 Marcos M 編寫。將它添加到圖表上，它也會顯示在價格下方。這個指標基於4個速勢指標和2個成交量指標構建，而那2個成交量指標又是我剛剛解釋過的負成交量指數和正成交量指數，所以你已經理解它們了。你會在這裡看到一些直方圖和線條，綠色部分顯示散戶交易者的買入活動，藍色部分顯示聰明錢的買入成交量。相對於中心線的位置告訴你它是哪一個。在中心線上方意味着買入成交量，在中心線下方意味着溢出成交量。然後你有這個棕色部分和這條紅線，它們有助於判斷速勢。棕色部分是由4個速勢指標構建的，紅線是它的移動平均線，充當信號線。所以當棕色部分向上或向下穿過那條紅線時，這會給你關於動量變化的線索。但這個指標的關鍵在於，綠色部分和藍色部分應該始終一起解鬥，並與價格行為一起解鬥，因為這是聰明錢實際的行為方式。聰明錢是來自大型機構的資金流動，他們通常在市場平靜和橫盤時變得活剔。他們在那個安靜時期悄悄地放置他們的訂單，然後一旦他們完成建倉，那時我們就會看到可觀的波動開始。而當價格已經在移動時，那時散戶資金才醒悟並開始進入。然後稍後，當聰明錢已經在退出時，散戶交易者通常仍在買入。您是否覺得身邊的每個人都在從人工智能中受益，但您卻不知道從哪裡開始？不要再等了，今天就開始吧。我們的免費交易機器人使用簡單，由人工智能驅動，每天可為您帶來高達1%的利潤。已有5萬多名會員加入，現在就點擊下面的鏈接獲取免費使用權。這是你利用人工智能的力量向財務增長邁出一步的機會。所以這個指標實際上是在向你展示兩者之間的那場拉鋸戰。現在讓我們添加下一個前往指標，
拼搜索 L3 Bankerfund Flow Trend Oscillator。這個是由 Black Hat 1402編寫的，將它添加到圖表上。它作為一個震盪器出現在下方。這個指標使用基於成交量和價格行為的特殊計算，試圖追蹤來自銀行和大型機構的資金流動。這同樣是聰明錢，而這個是透過炸竹顏色來運作的，所以讓我分解一下每種顏色的含義。當你看到黃色炸竹時，它告訴我們聰明錢可能正在進入市場，但請記住，這只是一個信號，它取決於背景。正如我所說，聰明錢通常在市場平靜和橫盤時進入，而不是在已經強勢蓄勢時。所以像布林帶這樣的工具，或者近是基本的價格行為分析，可以幫助你確認該信號實際上是在低波動率條件下發生的。當你看到綠色炸竹時，它顯示銀行家可能正在逐步建立他們的頭寸，這也可能是散戶交易者開始進入的時候。當你看到白色炸竹時，這是一個信號，表明銀行家可能正在減少他們的頭寸規模。這裡要小心，如果白色炸竹後再次出現綠色炸竹，並不自動意味着銀行家又再買入了，因為那也可能只是散戶交易者在進入。當你看到公式炸竹時，這是一個信號，表明銀行家正在退出他們的頭寸。而藍色炸竹可以顯示他們的弱反彈，不一定是真正的重新進入，通常之後可能會有更多退出。但在所有這些之中，最重要和最實用的信號是那個黃色炸竹，因為那是告訴你聰明錢活剔且可能正在進入的信號。現在讓我們添加最後一個，在我看嚟這是4個中最好的前往指標，拼搜索 Smart Money Volume Index。這個也是由 Algo Alpha 編寫的，將它添加到圖表上，你會在價格下方得到一個震盪器。這個指標使用成交量和價格動量的特殊計算來衡量買入人趣和溢出人趣。而對於成交量部分，它再次使用負成交量指數和正成交量指數。你會看到一條線，當它在中心線下方時變為公式，在上方時變為綠色。但這很重要，我們不把這條線當作普通的震盪器來解讀，因為這裡我們處理的是成交量和人趣水平，而不是動量。所以在中心線下方意味着溢出方人趣，在中心線上方意味着買入方人趣，而且線離中心越遠，那個人趣可能就越強。然後你在0.9處有一個灰色勾域，在負0.9處有另一個灰色勾域，這些是高人趣隙值。當線到達那些勾域時，它顯示了市場那一邊非常高的人趣水平。你會注意到指標甚至在線接近時突出顯示灰色，基本上為你標記了信號。通常在那之後，我們會得到可觀的價格波動。但無論這些聰明錢信號看起來有多好，沒有指標能給出保證的結果，你仍然會有虧損的交易，那完全正常。所以要始終妥善管理你的風險。這個視頻就到這裡。如果你有任何問題，請在評論區留言，我會盡快回答。如果你還沒有訂閱，請訂閱頻道並打開鈴稱圖標，這樣你就不會錯過下一個視頻。下個視頻見，祝你的交易好運。